學聯計劃趁住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 期間，上京表達真普選訴求，有傳最快週末就會成行。壹傳媒集團主席黎智英首次開腔回應事件，雖然大讚學生行為勇敢，不過就話學生同官員接觸嘅機會好微。我覺得佢哋好勇敢咯，咁樣去就我希望佢哋真係即係好幸運咯，真係攞到佢哋需要嘅嘢咯。咁但係如果佢哋唔俾入關啊，諸如此類咧，都會引起好多市民嘅憤怒而支持呢個運動。我諗都係好事嚟嘅。上京冇風險，咪做咩拉咯？最多唔俾入境咯，係嘛？呢個冇風險㗎，只有好處啫。最好佢拉咗佢哋添，拉咗佢哋50萬人走出嚟添。佢又自爆夜晚翻黎宅，同民主黨創黨主席李柱銘等人攤大閘蟹宴，到底係咪關心學生嘅安危啦？就真係不得而知啦。言論一出，多個建制派嘅立法會議員怒轟，好似梁美芬就話佢咁樣講好陰毒，係將學生擺上台。蔣麗芸更加指佢思覺失調，反建議佢自己上京睇睇有冇50萬人出嚟，更加話買埋單程頭等機票俾佢，叫佢唔好搞學生。教聯會副主席黃惠誠就話：佢嘅言論極不負責任，將學生變做達成個人私利嘅政治棋子。